趁熱食先夠正，我由細到大都係咁食噶啦。Tony，你又飲咁熱，成日飲超過65度嘅嘢，會燙傷個食道，容易致癌㗎。唉，我阿爺由細到大都教我趁熱食，食咗成世都冇事。基因好，乜都得啦。有驗癌症基因，有照超聲波，先2000幾蚊，咁抵，驗下都好喎。你嘅血常規同超聲波暫時冇大問題，但係我哋睇到你嘅食道癌風險基因屬於高風險組別。吓？即係點啊？我家仲冇人患過癌喎。即係話同樣食熱嘢，你嘅食道黏膜修復能力比一般人弱，更加容易增加癌變機會。你嘅基因風險高，更加要小心。好彩你發現得早，及早改變生活習慣，仲可以大幅減低發病風險。好彩早啲嚟驗咋。喂，Tony，今日咁乖，等佢凍先食嘅。我份報告話我食道癌風險高啊，健康就要改變。從基因發現疾病風險，基因冇得減，但生活習慣有得減。全校科研基因防癌檢測，解碼基因源頭，掌握抗癌主導權。